等等。阿婆，另一日要食8種藥？全港70歲以上長者平均每日服用5至10種藥物。今日我哋詳細了解下長者們通常要食咩藥呢？陳伯每朝起身頭暈暈，原來血壓已經飆到180。Amlodipine 放鬆血管，Bisoprolol 減慢心跳，Lisinopril 護腎降壓。就算血壓正常，都唔可以自己停藥㗎。血管就好似廚房去水渠，而膽固醇就係油垢。Atorvastatin、Rosuvastatin、Simvastatin， 佢哋都係常見降膽固醇藥物。晚上食最好，記得食西柚會壯藥㗎。李太中風後，醫生開咗薄血藥俾佢。Aspirin 預防中風。Clopidogrel 做完支架手術必備。如果有黑色大便，要即刻睇醫生啊！胰島素就等於開門俾糖入屋嘅鎖匙。Metformin 係一線首選 ，Grecalicide 主要刺激胰臟分泌胰島素來降低血糖。身上隨時帶糖果，低血糖隨時可以致命㗎。婆婆膝頭痛，3隻藥邊隻啱呢？ Paracetamol 較溫和 ，NSAIDs 消炎傷胃 ，COX-2 對胃部副作用較少。長者首選 Paracetamol、NSAIDs， 小心腎功能。阿伯3日冇大便，係咪就世界末日？ Lactulose 較溫和 ，Senna 同 Bisacodol 較強力。多飲水、多纖維、多運動，好過食瀉藥㗎。照顧長者由食藥開始。如果覺得呢條影片有用，記得分享俾你身邊最關心嘅人呀。如果想收睇更多內容，請觀看東東雲吞麵小薯護士24小時網上醫護教學平台。香港每一日都有新嘅護理員、保健員、護士新手踏入呢個行業，但係傷口點洗、點扶長者落床，書本學唔到嘅實戰技巧，邊個會教你？夜晚收工攰到入心入肺，究竟邊度可以學到真正實用嘅護理知識呢？就喺呢一刻，佢發現咗東東雲吞麵小薯護士。Hello， 我係東東雲吞麵小薯護士，跟住我學，你都做得到。24小時線上護理課程，無論係手機、平板、電腦，隨時隨地無間斷觀賞。醫護學術筆記本，圖文並茂。小薯護士獨家設計 PowerPoint， 每一張都精心編排。仲有醫療謬誤精彩漫畫，破解日常迷思，超過100部 YouTube 詳盡教學影片。成為會員更可以觀賞獨家影片。用心學1個月，你會發現你已經由一個驚青嘅新手變成自信專業嘅護理人員。學完使用後口碑不斷，個個都話可以活學活用。東東雲吞麵小薯護士永久會員只係488，現在即刻報名成為會員啦！歡迎大家瀏覽東東 noodles teach.com。